这家的家己的菜，要来偷摕阿嬷的菜脯。阿嬷的菜脯，我偷摕你的菜脯。你偷摕啊？白鸭落来煮。哇，牛肉真济地。啊，拄仔甲你偷摕菜脯。菜脯。来偷摕。嗨，大家，俺久无看到咧，今本日从爱空下来试。今本日喏，天气俺真适合来啉这个牛肉汤。哦。这个宜兰段因铁高雄嘛有餐厅，欢迎各位朋友吼，看了感觉好食嘛，当去食看卖。这家的家己的菜。那个行李啊。的川切，要来偷摕阿嬷的菜脯。阿嬷的菜脯。鱼龙汤啊，搁一个迄个。我偷摕你的菜脯。你偷摕啊？系啊，甲白鸭落来煮。啊，唔免啊。我先甲这个牛肉裹起来，牛肉甲红面筋裹起来，哇，牛肉真济地哦。卤菜脯，沙米。青菜，加一粒卵，它拄鼓出来了，佮落去翕一下。加一寡韭菜，土豆油，看卖这牛肉。把你给顾准。真好食。家己种的番薯对啊。如果个就要再换一家。系啊。啊，拄仔甲你偷摕菜脯。菜脯。来偷摕。啊，就抽地灯啊！牛肉真大地。好食，袂伤老。